这个风台是甲嘉南地区酸长甲真正力，烟花有真侪光电棒，拢吹甲掀掉海气，民众是真担心会影响到环境。环境部长裴启明今仔日来表示，检测到当地水质拢符合标准，嘛未造成任何的污染。另外，到早起的10点为止，嘉南地区剩1122号停电，台电讲会用上紧的速度恢复电力。风电的工程来到最后的阶段，台电接合各管区工程监管来到台南灾区修理电灰条啊。来这边第几天呢？第10天，希望大家赶快都有电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几工啊，几10工啊，吧，第一工较真呢，人台电的嘛真辛苦，人咧抢修咧啊。台电连续修理过6工，一直到今仔日早起10点为止，目前剩1122号停电，嘉义剩718号，台南剩404号。台电承诺会用上紧的效率完成复电，是讲风台也造成嘉南地区沿海大量供电棒的毁损。尤其是嘉义，无论是溪湾啊、道路也是草埔，目前看过拢是供电棒的残骸，互居民真烦恼，对环境甲水质会造成影响。毁坏了总共145000片。总共是2800吨，大家都说有毒。目前我们来看，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符合当地的环境的一个标准，对环境没有任何的影响。经济部也发出声明，讲无论是当地使用的，也是废弃的供电棒，拢无毒性的危害，呼吁民众唔通相信网络顶的谣言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